線，這裏都經過。什麼可溫暖到你，在冷漠冰凍住生火。愛動心，心動人，分享的快樂更加多。遠遠的歌，可催促所有願望就座，鬥志亦在座，回憶太短。幾經的風雨過後，赤子心一顆。知道世界每天必創造未來，知道來年要再現重來。自愛開展出星與海，這歌亦陪着我天際高飛。歡迎大家嚟到由東華三院愛不同藝術主辦嘅芸芸雙影舞蹈演出。今日嘅節目舞出閃亮計劃芸芸雙影係由社會福利署殘疾人士藝術發展基金資助。喺過程入面，每一位學員都經歷咗唔同嘅挑戰，不過佢哋始終堅持自己嘅夢想，努力到今日同大家分享成果。希望一陣間大家都可以俾多啲鼓勵同埋支持佢哋。今次嘅表演唔單止係對表演者勇敢生活係作出證明，更加係帶領住我哋係重新感受人與人之間嘅緊密同埋美好，提醒我哋要珍惜每一刻美好嘅時間，用心去關懷身邊每一個人。我謹代表東華三院衷心感謝以上每一個嘉賓，多謝在座出席嘅你哋。希望藉住今次嘅演出呢，係令我哋一齊拉近彼此之間嘅距離，共同感受舞動帶嚟嘅正能量。一聲一聲慶幸着共聚，也笑着渡